今次就同大家去到門票只需就可以深入虎穴嘅深圳野生動物園睇下好唔好玩。想自由自在咁行到邊停到邊嘅，就租呢啲可愛造型嘅車仔啦。平日都要成1個鐘，可以蚊餵草泥馬，餵嗰陣要小心啲葉都幾利。有高血壓嘅長頸鹿嗱，冇係社會嘅大笨象，去同啲勁可愛嘅狐猴嚟個零距離接觸先。蚊一組，每組2個人，佢哋其實好溫順嘅，同埋佢哋會跳上你身度嘅，可以餵啲豬仔飲奶奶。不過小心佢搞到你。跟住就同大家深入虎穴去餵老虎。蚊一位，因為呢個係呢度嘅重頭戲，所以有勁多人排隊。我哋就等咗大。雖然啲大貓真係好得意，睇佢個樣都好似幾乖，但千祈唔好伸手去摸佢哋啊！呢個體驗要玩嘅記得注意時間啦。總結一下，我哋今次嚟深圳野生動物園玩1日，人均到底用咗幾多錢呢？1日人均使費大概。如果你問我抵唔抵玩，我就覺得係